议会临时会25号进行社会局祝社好过年的专案报告，议员都来关心24点钟的社会安全网、各种祝社生活津贴甲补助的处理以外，因为市长唔为调饼年龄，过年后又为调整小类个，其中社会局长嘛传出将有变动，所以无分哪里，10位议员拢肯定局长陈英基的表现，公开表达慰留。希望市长卖当听到因的质询。伊业务推动顶悬吼，有咧用心咧做，伊嘛会利用你的8日礼拜下班，甲这民间团体、社会团体咧交流，毋是即个专门咧甲民间团体交流啦吼。所以我哋只会甲你肯定，你的本业甲外务拢做了真好，希望吼，即马即道质询吼，这市长有听到我的声音啊。纵使咱台南市6都内底因为财政的因素。财政有限了吼，大家对你要求较济，因为做袂到，所以饱受很多批评。你对家己安怎？假设大家拢希望你会当继续无你的看法安怎？大家议员啊，拢建议市长你留下来吧，继续努力安怎？你看喏。是惊替咱吼，敢脑筋吼，拢甲替我。无啦，咱也不要你做啦，无要紧啦，较烦恼安尼。继续做吧，袂歹吧？据了解，陈英基曾经担任合并进前的台南县社会局长，合并以后的社会局副局长，以及担任市议会秘书长以后，2020年1月底才搁再转来担任社会局长。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。